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台文博览会2021年台语文学系列讲座。我是打狗台语开讲社的副社长，也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我是志廷。咱这系列的讲座咱是由台文博览会、打狗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咱主要就是要带大家来去台语文学的山顶园来认捌来熟悉咱其实台湾人非常感觉到兴奋的台语文学。所以咱这一档伫咧2021年咱特别准备一档4季4大主题咱为咱台语的囡仔文学开始讲起进入到咱台语百外档历史的白话字文学佮有咱现代台文创作的起稿一直到咱这一季咱10月开始，咱最后一季的头一场，咱要来讲咱的台语文学发展。咱刷落来的讲座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即马拢转做线顶的活动线顶的讲座所以嘛希望要参加的朋友拢会使来报名来参加要伫倒位找到阮呢？阮是打狗台语开讲社咱除了讲座以外，咱也有一个台语活动大家会使伫面册的社团来拍打狗台语开讲社，就拢会使找到阮也是讲咱用过咱这一档的活动佮有讲座咱伫咧咱的 YouTube 咱也拍台文博览会，咱台语文学系列讲座的影片嘛拢有伫咧咱的 YouTube 频道台文博览会顶悬，也是讲咱嘛有咱无共款的咱台语节目或者台语小酒问嘛希望讲大家有趣味拢会使来甲阮支持。好，安尼咱今仔日咧，咱要来讲的这个主题是咱百年追求台语文学史纵观咱特别邀请到咱国立成功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博士生咱曲伟兴先生咱伟兴先生咱除了咧做研究以外，伊本身嘛是一位文学家咱伫咧网络顶悬嘛会使找到伊济用台语所写的文学作品。伫咧咱要甲时间交互咱伟兴先生进前我只要先甲大家小做提醒，咱所有伫咧空中的朋友收看 YouTube 的朋友咱伫咧咱YouTube 的边拢有留话的功能，所以等下伫咧咱活动进行的过程中，若有任何的问题，若任何想要甲伟兴先生做交流的，拢欢迎会使直接留话咱伫咧最后，咱嘛会留一寡时间，互大家我会整理这个问题来代替大家来做提问。好，安尼咱刷来是毋是伟兴兄？伟兴兄你好，咱就甲时间交互咱的伟兴。好，安尼我即马来分享我的画面后来大概即摆你应该拢有看到我的画面啦有看到今仔这题目叫做台语文学史纵观其实这2点钟的时间要甲全部讲到足透的可能是无法度，但是咱着用一个我想的就是讲，咱甲一寡较重要的物件讲出来佮有为虾米咱要讲这百年追求即马我会开始来讲，咱百年追求，为头来讲，咱百年追求到底是追求虾米货来，大先我大家来看这个用 YouTube 可能会小可慢一点安尼无要紧即马大家应该都有看即马大家看的这个画面像讲咱台湾，这是咱即马初中生咧上的台湾历史，因咧课本咧教台湾历史咱会使看到讲伊即马我等下恁看到红点的所在会当看到讲即马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为这红点这元素侪
电子量到日本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一直讲啦，所以咱的历史课本大概就是安尼伊为为迄个清进前就是明的尾期开始伫讲，来讲着清恁看这笔记伊的内容敢若足济安尼，我当然袂详细讲啦，但是当然就是伊内容会讲出者咱即摆恁等者看即边红点钟主要即个历史像讲清的时阵历史主要拢是讲行政、军事、经济即个部分拢会去讲着嘿。这是清过来讲到日本时代后一张等下恁会看到日本时代其实即摆的课本是开足的时间咧讲，虽然我只加一张尔，因为日本时代为什么较济时间讲呢？因为日本时代离咱即摆是上瓦近的时代，所以伊开足的时间去讲，为台湾民主国一直讲啦。当然伊的重点嘛是放伫日本时代的法律制度、经济、社会运动等等这个部分。日本时代了后，就跳过来讲战后的台湾。战后的台湾的时阵，其实大家可能拢会想到228啦，但是228伫规个战后台湾历史内底，敢一咪咪啊呢，毋是介济好，为什么我一开始要甲大家讲，咱即摆的学生囡仔的历史大概是安怎想呢？就是基本上咱的历史就是为荷兰、西班牙清日本一直到战后的台湾。但是安尼的时阵我头拄有讲就是讲咱的历史，咱对历史的了解，拢是迄个较跨面的，就讲政治啦、经济啦、法律啦、社会运动，即个足跨面的。所以我伫遮要先甲大家讲，恁即摆看到画面顶悬遮有一本册，即本册作者是 Eric Wolf，伊的名叫做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就是讲欧洲甲无历史的人。即本册是讲啥？即本册是讲欧洲伫咧为16、17、18即段时间，这几个世纪内底，伊安怎为欧洲去殖民全世界？伫即个殖民的过程内底，当然咱讲的殖民，但是一群人透过伊的经济优势，也是伊武力的优势，去统治另外一群人。那安是另外一群人，因的历史伫倒位？我为什么讲了这？因为咱头拄讲，咱即马来讲台湾历史的时阵，咱讲荷兰、讲西班牙、讲清、讲日本，你有发现无？所有这历史拢是殖民史。伫殖民史的过程内底，即个欧洲会当换做啥货？当欧洲、日本甲台湾无历史的人，其实嘛是会通呢。所以到这时阵，咱就要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啥？后一张图片顶悬写咱所知的台湾史，敢是台湾人的历史？我特别甲这个人这个字，甲比做有色的字伫遮。但是讲，咱去看这个大历史，看政治、
看经济，看什么款的发展的时阵，这敢毋是台湾人的历史？人伫倒位啊？吼，人伫倒位？这是咱爱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咱就再来问一个问题：咱的百年追求啊，经过这，虽然我这是写百年，毋过其实咱去思考的是，其实台湾这个土地当然毋是干那百年尔，毋是干那100多年。咱这段时间这几啊百年以来，咱的追求到底是追求什么？为什么咱的历史所记载的拢是实面的历史？台湾人的历史伫倒位？咱要追求什么？其实咱要追求的这啊，等画面就走出来，咱要追求啥？你若等下使看的画面OK， 今我走出来恁看，咱要追求啥？自由啊！咱无希望咱的历史是实名者来甲咱定义的，咱无希望咱回头看，咱的历史规个拢实名史，所以咱要追求的是一个自由，咱无爱讲实名。这确实真正咱要看台湾人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哦，毋是实名者，毋是政治啊，是经济，是法律安尼尔。咱若要追求自由，你想看觅什么款的自由是上根本的自由？上根本的自由，在即摆画面顶悬写即句话，会使讲家己的话，就是上根本的自由之一。咱想看觅日本时代，日本人为灭我1920年以后开始的动化政策，叫人爱讲啥？叫人拢爱讲日本话。因为咱今日讲文学史嘛，所以我会早先甲大家讲，1930年以后，遐个少年作家，因的写作拢是用日文来写。1930以后，1930以后啦，汉文基本上无市场，大家拢写日文啦。你会想讲，咱家己话是啥物话？家己话都无一样这后大家拢写中文。所以咱当时才当讲家己话，使用家己话。我认为这个讲家己话、使用家己话是上根本的自由。咱若要追求自由，这就是上根本咱应该去追求物件。所以，我今日讲到文学史，为什么要讲文学史？为什么搁要特别讲这台语的文学史？因为咱为这文学的发展内底，会当看到台湾人的历史，看到台湾人，像我咱看过去这100多年来，看到这100多年来台湾人是安怎去追求，安怎去抗争，这台湾文学、台语文学史的发展，其实就是甲台湾人有非常大的关系。后壁咱会看到我谈到讲咱的话是上根本的自由。讲咱的话，其实伊就是一个文学的起头，因为文学的起头就是会使黑白讲话。等下我会解说为什么是安尼。黑白讲话就是一款自由，无人会使家己决定，你会使讲啥，袂使讲啥，应该讲啥，无应该讲啥。所以黑白讲话就是上基本的自由。你自然会使黑白讲，嘛会使黑白写。所以文学的起头，咱会使讲
文学的发现甲自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来，再来后一张大片，我特别甲你讲，为什么黑白讲话就是一款自由？因为黑白讲话的时阵，才会当产生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叫做口笔文学。咱即马华语在讲的口笔文学叫做口传文学。口笔文学伊是无文字的，伊得用嘴讲的。即摆有足侪人研究口笔文学啊，发现讲虽然口笔文学虽然敢若用嘴讲呢，但是内底的结构、内底的思维，伊并未比咱用手写文字的文学较简单。所以即款口笔文学，伊嘛是一种文学，这是一种自由。口笔文学是一种自由。黑白讲嘛会使黑白写，伊嘛是一种自由。因为上重要是文字的使用，伊无过是工具性的使用。咱先看者口笔文学伫咱过去台湾有一文学家叫黄德时，伊认为的纯文学，这甲咱即摆定义无共。伊认为纯文学就是口笔文学，伊就是原住民的歌舞、甲因的传说歌戏、歌仔，这拢算伫口笔文学内底。这黄德时伊所认为的纯文学。若到开始会当用写的时阵，上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这个文字的使用伊脱出工具性的使用。我即摆就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文字的使用脱出工具性使用，第一种自由的表现。因为即摆恁看这导演片我即摆甲题目改做什么是文学？文学上简单的定义就是，伊是一种语言的表现方式。咱是有文字的时阵，伊就是我头拄讲的，已经毋是工具性文学的功用啊。工具性就是讲，你这文字用来记绍，用来法定，用来考试，还是政策、命令，还是文书。这拢是工具性使用，这使用代替都拢甲这权力有关系。所以为什么古早人就讲日本时代时有一阵台湾的知识分子，因拢无写台语，因写拢是汉文、文言文，因为伫过去文言文使用来考试、做官，所以文言文甲权力有足大的关系。当你有法度读孔子册、写孔子字、写文言文的时阵，你才有法度去考试做官。同款你若有法度用这来做绩效的工课，绩效就是你一定是你的资本比别人较高，你才有需要用来绩效。所以这拢是工具性物件，伊拢毋是自由的，而且伊有可能大部分拢甲权力有关系。当文字的使用会使离开即款工具性的使用，伊变做一个自由的文字，你会使黑白写的时阵，伊才是真正的文学的出现，才是真正自由。当即款自由出现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文学内底文字，伊是会当引起人情绪反应的表现。文学内底文字，伊是一种会使泛化人思想范围的表现。到文学内底文字，伊是会使互语言的使用更加澎湃表现。所以我简单
讲一遍，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表现方式。这款语言的表现方式，伊毋是单固性，伊是自由的。这款文字，伊会当互人有情绪反应，会当互人的思想更较深、更较宽，会当互你讲话、互你语言的使用更较澎湃。所以这就是咱要讲的文学。好了，安尼即摆翻头来看台语的文学书所有的文学拢共款，拢是为无文字到文字。台语文学书伊就是为口碑文学。恁看即张图我顶下画几两线。除了口碑文学，上我近即个口碑，就上我近咱的口语是用白话字写出来的文学。过来台语嘛使用汉字写，咱就会看到台湾话文，还有歌册，还有一寡戏剧戏文的汉字，这拢是有较我近咱讲话的口语，但是并无完全相像。只要是用汉字写出来物件，其实甲咱的口语迄个就伫咱口语较远当然上下骹伫口语上远的即个，就恁看上底有一个书面语，叫做用汉文来写。基本上咱若认真来讲汉文毋是台语，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因为有足侪人会认为讲汉文就会使用台语读，所以汉文嘛是台语。毋过安尼是毋对，因为你认真甲想，汉文伊的讲话方式，甚至人讲，则可能大部分人应该拢知影台语有变调。汉文内底变调的规则，和咱一般口语台语变调规则是无共款的。所以呢，汉文你若要认真讲，伊毋是台语啦，所以呢，伊会使用台语的发音甲读出来。你用写伫书面顶悬的这汉文，伊更加个是伫台语更较远所以台语的文学基本上你若是讲会当写出来，口碑文学先莫讲，今仔嘛无法度讲到口碑文学迄个所在。口碑文学会当写即个台语文学，伊就亲像一个人有两支骹，咱有两支骹，一是罗马字，一是汉字。罗马字就咱咧讲的白话字即个部分。所以下骹咱就来看台语文学史。先用两张图来甲大家讲台语文学史。台语文学史，我会为倒位开始讲呢？我会为日本时代开始讲，因为日本时代进前伫台湾到底有人写台语无？其实咱是毋知影，因为到目前为止迄个资料可能就歹找无啥会着这就看到蒋大生对宗教做伙一摆，这是1885年咱会看到。为什么我这话1885？因为迄当着迄个府城教会开始嘛所以报纸文学因为这个时阵一直到1969迄个国民党禁止，无法度阁继续使用白话字。过来咱看1930这个所在，我画一条圆线足底，这叫台湾话文的运动，台湾话文运动等下小可讲者。这有一个足长的线是台湾歌册。台湾歌册我伫迄个我近1920遐
我才开始画。啊，是毋是1920真就无台湾歌册？当毋是安尼，1920真正都有歌册，但是差别伫较早的歌册，足侪拢是进口的，就是伊是为中国的上海，也是厦门迄边进口来台湾。但是愈我见1920到1920以后，甚至有人讲1930以后，台湾有足侪册店，嘛有一寡写歌册的人创作者，所以我就甲画伫差不多伫1920开始有台湾歌册发生，来咱再来看顶管即撮1945以后，才画一条铺色。即条铺色的，就是表示讲，迄个时阵当咧，国民党开始咧做这国语运动，所以规个台语的使用，甚至是台语的书写，规拢有压制落来，所以咱讲即个时段是台语的黑暗期，非常黑暗。但是台语的书写并无翘起。因为差不多这个时阵开始，黑名单就开始出现。这个海外的台湾人因就开始伫海外有一寡海外的台语文学运动，做一寡伫海外写一寡台语文，这样今仔时间无够，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先难过海外的部分1980年后，1980年以后啦，因为台湾的政治的情势改变，所以国内开始有这母语复振运动，台湾倒来开始有足侪人咧做这个代志，这张图我若甲切做两个部分，基本上伫战前甲战后这两个部分，恁即摆伫画面顶悬看到即张图，伊分做粉红色的是日本时代，青色的国民党的时代，伊分做安尼。我头拄仔无画出来，像讲伫1920遮，我著画一条日语的农化政策，伫战后成有一个国语运动，1980年代以后，佫有一条足粗的线，叫做全球化甲西进中国。所有这政策、这外部的因素，拢会影响到咱内部台湾内部的台语文学的发展。所以这张图我画出来。这一个概观，即摆就开始来讲一个台语文学史，伊大概是安怎发展？头拄仔讲所有的文学，全世界的文学拢是为无文字一直发展到有文字。伫咱台语文学史顶悬有一个重要人，叫做陈坤武。陈坤武伊是咱高雄的一个文学家，高雄的一个文学家。伊个重要性伫倒诶，伊是替咱台语的口碑文学正名第一个人。伊甲台语的口碑文学，伊讲诶啦，主要就是咱下骹会讲报歌这个物件，伊甲叫做台湾国风，伊是台湾的国风，但是讲这报歌毋是像大家讲遐尔啊无价值，伊其实是真有价值，这种文学性的一个物件。所以陈坤武伊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伊是为台语的口碑文学正名第一个人。过来伊真特殊，因为是所有的传统的汉文的文人，但是伊支持台湾的文，就是讲伊支持用台湾话来
写台语的文学，还佫有2个第一名。第一是台湾第一篇科幻小说，叫做《火星界探险奇闻》，伊写。台湾第一篇长篇历史小说《昏倒艺术》嘛伊写。你想讲这2篇敢是用台湾话本写？歹势，虽然伊支持台湾话本，毋过伊毋知要怎写，等下咱会讲听。你日本时代支持台湾话本遐个知识分子其实伊毋知要怎写台湾话本。所以，比如讲，这郑坤旺这2篇小说，《火星界》甲《昆岛艺术》这2篇，伊是安怎写？伊是一半台语，一半汉文，人做伙写，因伊无在调写全部的台语，无在调全部拢有台语写。总是咱来看伊的台湾国风幼节杂志，伊做主编，这个杂志当然毋是伊来换，但是做主编啦。这个杂志叫做好找出来。这个杂志叫做台湾艺晚，台湾艺晚。恁即马伫画面顶悬应该有看到台湾艺晚台湾艺晚的第2期就开始有这台湾各方的专栏，恁会使伫画面顶悬看到有一寡报歌，伊甲用汉字写了。像第一首报歌，其实足侪人有听过。大只水牛，细条蛇，大汉小牛，细汉哥，是你有好毋捌报，细粒甘露较高额。伊毋若是记录这报歌，伊重要贡献，我头拄有讲伊会甲做文学性的分析，所以伊是第一个互即款的口语文学、口笔文学，伊有互一文学的地位啦。无过去的知识分子拢想讲，这口语文学啦，这著迄个草地上啦，草地人咧唱咧念的报歌啦，这无真文学性但是郑坤旺伊虽然是迄个传统的古文人，但是发现讲，台湾的报歌应该是真有文学价值物件，所以伊甲记录落来，甲做分析。所以台湾，咱即摆咧看台语的文学的时阵，咱著爱记咧郑坤旺伊所做的贡献。第2个就是第2个主要嘛是为口笔文学演化出来，到尾变做有人用文字甲写落来。这就是怎啊要大家看这歌册。我顶有列出一排的歌册，歌册足济要讲袂了。歌册即马所知影应该有3000外本，即马应该知影这咧传，像讲第一首这等下咱来看心有一歌诗，这是咧讲历史的歌册。咱头拄有讲，咱过去看的真侪历史拢是民史对无？但这个心有一歌诗，伊歌册写落来以后，伊是完全徛伫人民一般人的立场去讲这个历史的代志。这就和迄个有权力的迄个执政者因记录落来历史，可能有无啥共款。再来咱看第3首这一个什么？随乡者上菜市，伊的作者啥物人毋知，但是咱知伊的公司，即间公司叫 Kikoma，咱即马
华语叫龟甲湾，所以啥物伊是商业广告啦。伫日本时代，因为咱知影即个歌册作伫社会是足普遍的一物件，所以咱嘛甲应用伫商业广告内底。当然你会想讲，日本时代迄个时阵无电视啦，无 YouTube 啦，因是要安怎？敢讲这随想者上菜市伊甲变做客盘发行无？其实伊这随用者上菜市伊就是写字伫边下骹甲你写这字爱用什么歌调来唱？你想讲？这当做广告，就代表一件代志。迄个歌调是一般人大多数人拢知影的歌调，所以伊一写出来，人一看到遐文字，头壳内底就会使有音乐出现。所以咱伫即款的商业广告，伊的迄个歌仔的表现内底，咱就看到一般人的生活，这是伫迄个大历史咧讲什么政治经济，咱拢看袂到。即讲伫台语文学书，你才有可能看到咱一般人的生活是安尼。像个广告用歌仔来做上的广告，当然毋是讲吹向这上菜市，搁下骹这经济馆开业官。作者什么人毋知，伊嘛是甲广告。这经济馆伊是台中的一间旅社。伫1935年的时阵，因为即间旅社伊要开业要开幕伊就印足一本迄个歌册，叫做《经济馆开业歌》，分互人，甲当作上的广告人分互逐个人来讲。阮即间要开业啦阮即间你写足好啥物叫经济？经济就是互你感觉做会好啦。你开一寡钱，就使得到足好的服务啦。请你逐个拢来啦。所以经济馆开业歌，伊嘛是利用歌甚至印做歌册来吸引人来，请人来。用即间经济馆，所以这是商业广告。商业广告伊是非常搭近咱一般人生活还有其他咱即摆知影歌册非常重要一个所在，就像讲，咱来为下骹看起来这两个中部大震灾新歌，甲上尾一个。阿某看폭담会新歌，这两个歌册拢是叙述中部大震灾，就是咧讲新德州大地震的代志。阿某看폭담会，迄个폭담会是啥？就是台湾폭담会。所以，咱会使为内底看到一般人的生活。嘛会使看到迄当阵发生什么代志。即马有一寡咧教文学史的教授什么人，拢会讲这新德州大地震，伊甲一篇的杨贵写的，是第一篇台湾的报道文学。但是我讲毋是啦，因为报道文学咱会使看到，当然咱看到白话字有报道文学中部大震灾新歌伊个是用台语写呢，杨贵迄个新德州大地震的报道，伊是用日语写呢，你也想看嘛？伫1935年的时阵，台湾人并无遐侪人会晓日文，所以你用日文写物件，
是会晓日本的人看，但是你用歌表达出来物件，你会使互所有会晓台语的人来知影这件代志。所以啊，台语文学史内底一个真重要的成分就是歌册，尤其是日本时代歌册，迄当反映着咱当时的人安怎去了解这件代志。当然其他我阁有列出其他就讲历史啊、创作史书遮，就是讲咱歌册伊的类型足济啊，创作的内容嘛足济啦，即摆先来看这新有的歌诗，新有的歌诗伊介绍的是地条村事件。地条村事件，咱常在拢会听一寡历史学者咧讲即件代志是安怎拄安怎，但是咱即摆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地条村事件。这个新语歌诗伊是有偌好记录的啦，偌好伫1926年记录即条歌。10当后伊的好朋友偌好朋友杨守牛甲重新抄写，但是有一寡所在伊袂明白，所以伊甲偌好去找即个歌星叫做杨清池，请伊阁唱一摆，伊一边唱，因就甲记录的，1936年发表，所以咱一般看的歌册拢是迄落什么7字一句，对无？但是新语歌诗就无啊，因为伊是歌星表演，歌星无可能是7字一句、7字一句安尼伫唱啊。歌星通常拢会加字，迄个演唱表演更较趣味，所以咱知影因为偌好甲杨守牛，因拢是知识分子，所以其实因毋知影台语要安怎写，但是因即摆拄着，无法度啊，一定爱写台语啊，安尼要安怎？咱来看讲，即我顶下拢无介意的字但是我字惊讲人看着读袂出来，所以我有用红色来煮。用罗马字来做迄个发音足趣味。咱看第一段伊讲5条街回来回去无为实，突然霸气2-3日，这足趣味的。咱即摆有时咧测看桥会讲突然对无？所以你会发现突然这事一直足早以前。上无伫1926年进前就有突然这事啦。有霸气2-3日，你也知影这咧唱的是地条村事件发生的时阵，所以这个霸气罢工这个代志伫清朝迄个时代有可能就有啊，所以咱即摆应该来讲，因为这5条街伊是伫台南啦，所以咱即摆应该讲台南是民主圣地啦，因为足早就知影爱突然就爱霸气，突然霸气2-3日，总理大佬有注意，总理大佬是啥物人？就是因咱即摆讲的工会。总是要有一个头嘛，所以这个头伊就带着众百姓，然后动三九行借庆礼，这拢是历史的部分，三九，因为毋知要怎写，所以因写家庭的家，然后动三九行借庆礼，这百姓已经足突然的所以。众百姓听着个歹屁，靠脚人离
当地倒连插2-3支，头鬃犁角角硬尖尖，紧紧行紧紧去，走到大西门妈祖楼来为止。啊，这有一个人叫做周维新，周维新就是迄个，因为引起这地条村事件吼，甲这周维新有关的啦，所以这百姓准备要来掠这个周维新的啦。啊，周维新敢毋知影百姓要来甲掠，要来掠伊啊，吼！所以周维新毋知记，篱笆门开甲哩，就百姓回一跳一去，周维新注定袂该死，家老在百姓毋捌伊，互伊倒是离，倒去洪敬元安心记，吼。因我毋是歌星啦，啊歌星咧唱应该是真趣味啦，嘿。好，这是新又一歌曲的一个小部分尔，啊，你若有趣味，会当去查这个歌册，这个歌吼，规首拢查会到，吼。所以我这个大家搁讲一遍哦，因为歌啊，写物件伊足我紧啊，一般人的生活，所以咱为日本时代，甚至日本时代进前的歌，咱会使去看到，迄阵人安怎生活，安怎思考，啊，歌本身嘛是有伊的文学的价值伫内底吼，毋是因为有的人拢讲啊，这歌吼，可能就是历史的材料尔，其实毋是安尼吼。歌嘛是有伊文学价值，但是因为是用台语写，所以咱若要了解伊的文学价值，咱得爱倒转来用台语，才有法度去了解伊的文学价值。你若用华语，还是用其他语言，你要了解伊的文学价值，其实就较困难。因为今仔时间关系，我歌册部我无法度讲伤济。即摆我头拄讲，咱台语文学的发展有2支骹，一支是汉字，另外一支是罗马字。罗马字内底一个上重要，咱大家讲到白话字。这个白话字，伊是西方的传教士。咧传教时阵，顺续早入把台湾的，台湾人就去学去用。咱即马讲到白话字的发展时阵，大家讲白话字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白话字的出现，伊有一个台湾第一名，台湾第一个文学奖是白话字的文学奖。时间是1886年，主办单位是台湾府城教会报，这个中文的题目叫做白话字的利益。比赛呢有9个人投稿啦，评审是啥物人？评审有2个人，一个是马街，一个是甘伟定9个人投稿，伊选的有4个人，这4个人是厦门第一名，厦门小客叶汉章牧师，第2名是台湾台南的刘茂清，第3名是厦门古龙树的李插来，第4名是厦门黄德善，这摕到名次，除了摕名次以外，还有奖金。第1名是银5个，第2名银3个，第3名银2个，第4名银1个。这因为我毋是历史学家，所以我毋知影这银5个若换做即马台票是偌济钱。我无法度甲恁讲。总是这个后人投稿有评审有奖金，这是台湾第一个文学奖，
所以咱会记，台湾第一台搬头奖是发生伫1882年，清的光绪12年吼，这白话字的搬头奖，所以台湾第一摆的搬头奖嘛是台语文的搬头奖，吼，用白话字写。白话字的重要性除了有足侪拢是台湾第一。有足侪拢是台湾第一，台湾第一摆发生啊，台湾第一摆记录啊。但是白话字也重要，因为现在有人讲这白话字啊，第一啦，伊先的传教士早台湾的。第二啊，这白话字敢若是伫厦门发展起来，伊看怎讲，变怎甲台湾有关系呢？伊甲台湾关系足深，重点在即个白话字世俗化。咱先看即张投影片倒手边即黄坑内底，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台湾，伊用白话字做第一件代志，就是宗教事务，比如讲。圣经的翻译，教会事务，甲信仰、甲传道有关系，这拢是甲工具性有关系。这是无注意的文字使用。这个工具性嘛，甲权力有关系。为什么甲权力有关系？因为伫宗教内底，我是牧师，你是信徒，咱两个当然有。权力的关系啊，我的权力比你较大，我牧师你信徒，但是当白话字为这黄色坑走出来，走来到这个青色的坑内底时，伊就无共款了。这个时阵世俗化的白话字变做自由的白话字，重点就是顶悬者。为宗教事务出发的白话字，伊是自由的白话字。这个时阵，你会使用白话字来写批、写日记、写散文、写小说，伊是自由的，伊无一定爱甲宗教有关的。写批甲宗教无一定有关的，因为这做私定的代志。但是你可能会问讲。这批感觉文学有地带，有的可能毋是遐尼无通，但是有的人伊咧语言的使用，本身你来感觉讲伊语言有一种气味啊，所以批敢会使文学伫内底，当然嘛是会使。只是即个批，咱家己研究，看什么人的批较文学当然。就顶悬这两项批甲日字，这是非常私人的物件，咱无一定有法度甲拢交吹出来。但是后壁这两个散文甲小说，白话字的散文甲小说足济啦，有诶伊嘛是非常的宗教甲宗教关系，但是有诶。甲宗教的关系嘛是有，但是伊表现出文学的迄个特质较明显，所以你若伫工具性内底，工具我只要当翻译圣经就好啊，我何必要有小说，要有散文呢？所以咱会使安尼看，较即张投影片我都互大家看着。宗教事务真济拢是伫台湾府城教会报内底，因为伊就是教会机关报，但是教会机关报内底。咱才会当看到，譬如讲小说出诗线，论述
十项关键。这甲宗教有直接的关系，无一定。出世线甲宗教关系，但是咱会使为内底找到足侪有文学的物件，台语文学的物件。十项关键甲宗教关系无？有，但是你嘛当为内底找到伊咧论述的文学的物件伫内底，吼。所以会记了，白话字虽然一开始是宗教，但是当伊无搁互宗教迄个权力白条条做艰苦性的运用以后，伊变做自由的白话字。自由的白话字就是你会使看想要创啥去发展啊。所以累积的咱讲，这自由的白话字内底咱基本来甲看伊内底就有这分类，这分类还未走出来来，这分类你就看咧，伊有散文有翻译，有小说，有诗歌。散文是一个大类，散文内底会使有论述，有报道，有传记，这部分拢有。翻译阁是真重要物件。翻译咱即摆来去看白话字的文本，咱会当看咧两种无共款的翻译，一款叫做原图翻译。就是你原图安怎写，我就按照你原图甲你翻译出来。一款叫做原图改写，就是你原图写呢，但是我小可甲你改一下，互你较活紧。台湾人的生活，有台湾人较读较有诶，这叫原图改写。再来小说，这是100%的创作，这来看迄个作者伊想要写啥，伊就写啥。诗歌，这个基督教较有关系，因为基督教因教会内底会唱诗，所以诗歌的创作大部分拢是甲教会有关系。但是咱有关甲放伫自由的白话字的使用内底，因为这个时阵已经毋是人甲你讲这个白话字应该着安怎写，较符合咱中央教会基督教的迄个要求已经毋是安尼已经是非常自由，你想要安怎写就安怎写。这加起来什么散文、翻译、小说、诗歌，这加起来可能上千篇的文章伫遐。所以我无法度一篇一篇讲，我大概就是甲大家讲，为清朝的尾期到日本时代，一直到中国国民党禁止白话字使用这段将近100年时间内底，白话字累积足侪台语文学的作品，值得咱好好去研究。虽然即摆伊的研究已经较侪咱为内底了解迄个时代人的想法，了解迄个时代人的一寡生活，但是呢，我会讲这研究做了还无够，做了还无够。好，即摆我讲来第三部分白话字无法度讲到遐尼有遐尼细，所以我即摆跳过来，搁跳到汉字啦。因为咱会记哩，台语的书写就是一直都有白话字甲汉字这两套伫遐。
伊嘛无一定相拍，有可能是夹做伙，或者就是一直你为过去到即马一直都是这两套吼。我即马去跳到台语汉字的书写，即马要讲台湾话文。台语汉字书写吼，第一句话吼，台语汉字书写伊本地就有社会基础，这社会基础是啥？民间惯习的书写，这民间惯习书写，足济就是为拄则讲迄个歌册所使用的汉字来，这是民间惯习的书写。另外一个在日本时代以来，透过日本人去做台日的对译、台日的字典，还有公学校的教科册，所以豆豆的立即起来一个书写的关系。你讲日本时代去读公学校的台湾人，一直到战争结束，嘛啦70%尔，敢有影响遐大？影响到底有偌大哦？可能要去做详细研究才知啦。但是一定有影响，因为咱为即摆所看到迄个日本时代写台语，用汉字写台语，确实有受到即个日本时代以来，日本人对台语汉字使用的影响。但是即个不管是民间惯习书写，还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影响的台语汉字对这传统的汉学啊，遐知识分子来看这样是非正统的汉字，所以因会看因较无，因较袂爱用。但是当台湾话文要发展起来，当想讲台湾话文为什么有这物件？这得要为1920年开始讲。1920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有真济人拢用中华白话文来作文，所以这为1920到尾1930时，人就开始反省什么货？因为中华白话文写出来物件，台湾人看无、读无。除了遐知识分子家己捌以外，台湾人看无、读无。所以这个反省就是讲，你若是希望你的文学写出来，会使互一般大部分的台湾人拢看有、读有，你就要用台语去写下着，那是用中华白话文去作文。所以这个时阵就知识分子跳出来，开始写这个台湾话文。台湾话文为什么有论战？因为这边用台语写台湾话文的知识分子，伊就开始甲遐写中华白话文的知识分子两边伫遐对写。对写当毋是举刀对写，是举笔对写，就是你讲我毋对，我讲你毋对，互相伫足侪报纸安尼，互相咧讲对方的问题，总是咱翻头再来看，这用汉字写台语的台湾话文。可能是历史上知识分子个汉字来写台语的头一摆。过去汉字拢用伫什么所在？知识分子拢个汉字用伫什么所在？汉文啊，汉诗啊，
后来1920年代以后，因甲汉字摕来写中华的白话文呢。中华白话文就是即马多数人咧写迄款物件叫中华白话文。所以过去迄段时间1930年以前知识分子根本就无可能用汉字来写台语啦。虽然中华台湾人写中华白话文真好笑，因为其实内底有足侪台语的词类，因为看怎讲你头壳内底你的母语是台语，所以这日本时代虽然伊写中华白话文，但是有的物件伊用台语写，但是因感觉是中华白话文，这无法度详细讨论。但是若要规篇拢是写台语这是第一摆台湾话本发生的时候，知识分子摕汉字来写台湾话本，这是第一摆。所以咱后一张投影片，咱就来看因写出来台湾话本生做啥物款。敢有看到后壁这篇好，即摆你有看到这篇较有名所以我就互大家来看这篇这篇是桂秋生伊伫1932年发表伫台音典馆的一篇散文，叫做《搁听阮一回呼声》。你毋通看到这些在，你要读做在，伊是搁听阮一回呼声。我头恁听，有时星光，有时月光，想讲是文言文以外无文的迷茫经拍破。这中国白话文，这是时代文的含义，也好请来了。这了华语的了伊写条边伫台湾话本内底这了拢爱读做啦，毋是了是读做啦。所以这句话就是做中国白话文，这是时代文的含义，也好请来啦咯。时代的脉搏，亲像时钟的静止，古今人类的历史，也毋是破灭的物质。我相信所有错误的观念，一定会到达家己清醒的机会。看，这个所在。我解说者，这个所在当读做看，嘛会当读做文言音来看。所以伫台湾话文内底，因会甲文言和台语内南做伙。这是台湾话文内底一个非常事常，咱切切看到现象。所以对咱即卖台湾人来讲，1930年代台湾话文会足歹读的。虽然迄是台语，但是因为迄是汉文和台语南做伙，有时阵才会南一寡日语伫内底，所以对咱来讲会足歹读的。拄好即个所在，伊读做看，还是读做看？其实拢袂影响的意思，所以拢会使读。但是因为我有研究过过秋生，所以这个所在有可能是读做看。来，咱继续读落去。伊讲大众几百年来人民所调知识阶级
忍心受苦的人，糟蹋做粪土废物，活我众生奉交抗疫的真挚的呼吸。大众艺术，岂毋是已经随灿烂的春光得了百倍生气，改换着衣冠，特别为红叶耀进艺术的殿堂吗？上尾即字我解说者，因为伫台湾话本内底，即个台语的嘛，拢会互因写做华语汉字的嘛，有时写做个什么的么？所以有人看了这个讲啊，台语内底日本时代就有吗？其实毋是，你若去对照台湾话本，你会发现讲，因其实要写是即个台语的嘛，所以你有看到台湾话本有即个问题，因为全部拢是汉字，所以有时阵你根本毋知要安怎读，这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听拄仔讲，伊的台语毋是遐尼顺的台语，有时伊会甲文言男做伙，因为包括即个郭秋生，阁有其他台湾话本的作家，因其实拢有汉学的底子，所以一定会甲汉文甲台语合做伙写。这是正常的代志，所以到这，咱经为口碑文学歌册譬如字讲到台湾话本，所以后壁发生的代志台语本学史后壁发生的代志我用3张图。互你来看这后壁发生的代志，因为到台湾话文以后台语文学史暂时无较新的发展。为什么安尼？因为台湾话文伊个发生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伫1930到1934这几冬。但是到1935年，恁即摆看即张图的上倒手边遮，到1935年赖和发表一个同志的批信，到1936年过一周，伊发表台湾话文，北京10话，后壁就暂时无啊，因为过来就开始战争啊，愈来愈紧张啊。伊个是1937年4月1号的时阵，日本政府甲汉文乱废止，但是绝大部分的报纸拢袂使阁出现汉文乱，袂使阁出现汉文，当然台湾话本嘛袂使有，所以就规拢停落来。1937年以后就拄免讲啊，这1937以后就日中战争开始但是这我特别讲，1937战争以后，赖仁生伊用白话字有伫台湾教育广播电台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非常时期甲信仰》。非常时期的战争啦，所以1937年这个时阵，尚无所有台语文学的活动，尚无阁有剩即个教会广播，伊阁有台语文学活动顶悬，但是大部分嘛是用点去，因为这个时阵的战争咱看到教会广播顶悬。伫1939年时，咱阁看到郭条成伊的小说《赤马集》
白话字小说，还有罗连写的另外一个小说，叫做《疼的胜利》，恰尾就是传记小说，伊咧记这人恰尾情，疼胜利是传记小说。所以伫战争期间，台基本那个剩9个公报尔，但是9个公报其实伊嘛无固定，伊伫战争的时阵，伊嘛无法度继续啊。因为1940年时阵，日本人甲台南英国的教授拢啊赶出，讲恁袂使伫台湾。为什么？因为日本甲英国因两边咧相台啊，当然嘛是个英国人赶出跳过1942年遮，当9月公布的停刊，日本政府嘛不准伊搁再发行，这当9月公布一直爱到1945年以后，战争结束以后才搁再刊出，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伊就咱就看到一篇可能小说嘛，可能是剧本，因为这无出版的这教导叫蔡爱义，伊写一个标一个剧本叫做《龙珠回家》所以这段期间咱看到所有用汉字写的台语本仔差不多拢停落来，剩白话字继续有小可咧芳叮当。但是咱千想万想都想袂到，战后迄阵台湾人会想讲，战后日本人走啊，应该台湾人会使出头天啊。千想万想嘛想袂到讲，战后愈惨，台语愈惨，战后主要的台语文学嘛是伫白话字，但是这时候汉字嘛小可有咧叮当，所以咱先看，即摆咱先看下骹咱即张图，咱先看下骹遮伫战后第一个中白话字物件足济但是我遮拢是抓重点出来讲战后1945年白话字有一个翻译的剧本这个主要的胜利伊关注就是 Victor Hugo 雨果华语叫雨果为什么白话字这时阵会使叮当你看伫个1948年时阵杨贵伊本来写日记这时阵伊冇用汉字来写台语伊写一个童谣叫做课本色因为这个时阵国民党来台湾伊第一件爱处理的代志就是把日记禁掉啦所以伊还无时间处理台语的啦来过来28事件以后到1949年5月20宣布解严这时阵主要台语文学的发展嘛是到翻倒来伫白话字的使用者身躯顶原因就讲1950年有一个重要白话字翻译剧本就是陈清忠伊翻译的这个明理的胜利人的第一趴明理的胜利人作者是什么人作者是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华语讲所以咱基本上白话字个摕到第一名咱基本上翻头讲台湾文学的翻译顶悬上早翻译莎士比亚上早翻译 Shakespeare 是什么人是台语的翻译是陈清忠翻译个 Venice 的胜利人这是上早第一名台语白话字翻译 Shakespeare 的作品但这个是因为自己国民党政府自己已经处理差不多
所以就开始来处理台语这块啊。1953年，省教育厅以禁止教会使用白话字有发公文，但是也个毋是遐尼强烈的禁止。1953年7月，省教育厅伊做第二件代志，就是禁白话字的圣经。但是白话字继续咧放，咱嘛看到，像讲赖人生伊继续有写小说，像这1954年出版的《车来百合花》汉字的歌册嘛是够有一寡重要出现，像牛松南伊做台湾二七聊天顶新歌，所以聊天顶为什么会伫台湾遐尼出名？甲歌册有足大的关系1969年，白话字的小说《赖人生》出一本，叫做《可爱的修炼》。但这可能是白话字上尾一本小说啦，因为到1969年3月，国民党政府伊就禁止邮局寄教会公报。这件代志，互教会白话字教会公报停刊。因为你印好寄袂出去，所以到尾就停刊。后壁就差不多台语的文学暂时伫台湾就点去。1973年的时阵，就成立这什么国际推行指导委员会，组织中线中庭伊推行国语。所以咱后壁阁使继续看我用历史互大家看。因为海外的部分，我今仔日无要讲，所以咱台语文学史继续来专注来讲台湾这部分咯。到1979年代，因为主要是海外，海外迄部分人无讲，咱就跳到1979年代尾。尾流1978年，蒋经国就任。迄个时阵，台湾人其实有的人对蒋经国有一寡期待，但是因为迄个时阵政治嘛较无迄个严格，但是呢，蒋经国的就任总统了。伫1979年12月发生美丽岛事件，1980年2月28发生迄个林义雄规家伙拢有刣死剩一个细汉查囝代志。伫这中间，1980年的时阵，新闻局长宋楚瑜伊表示，什么电视的台语客语这的节目，迄阵电视台无客语节目反正也是方言节目要愈来愈少。1981年时，陈文成当台湾讲台死但是台语文学伫这时聊聊偷偷伫遐咧走，因为虽然有这代志用足惊吓，但是整体来讲，台湾的政治伊无较早严格所以咱来看一下，1981年的时阵，柯天贤牧师又开始写台语诗，宋德来伊嘛开始有写台语诗，来到1983年的时阵，台南必走路的教会伊开始恢复主日学甲白话字，因为白话字伫1969年拢禁嘛。但是这个时阵，台湾民族路教会佮开始恢复教白话字，这是一件足重要代志。1984年时阵，杨祖桥这诗人，伊伫台湾时报顶悬发表一首台语诗，叫《
向阿里做祈祷。杨祖杰伊家己认为伊家己是希腊雅后代，毋过伊干那晓台语啊，所以伊就用台语写一个向阿里做祈祷。再来到1986年时，歌姬化伊创办一个杂志叫《台湾文化》。台湾文化内底当然绝大部分的文章拢是用华语写，但是歌姬化伊本人有写真侪台语诗，用汉语写台语诗。只有真侪人毋知影。一定要讲互大家知，歌姬化其实嘛算是台语诗的作家。来，到这用粗体写1987年7月15，这是改验的日子，台湾大日子，所以大家知。伫改验了后，咱李钦欢教授伊就发表伊的第一首台语诗，叫做《改验之后》。这是第一首台语诗，未早前写的诗。主要拢是华语诗。后来为改验以后，伊就有写较侪台语诗啊。好，再来1988年的时候，陈雷就是咱的台语作家，伊有一个小说叫《毕加村》，伊伫台湾出版。你想讲毕加村是搭对这个时阵写的？毋是啦，伊早前伫加拿大就已经写好出版了，是一直到改验以后，毕加村才会使伫台湾出版。所以这算是早期的台语小说。再来到1980年代末期时，开始母语复振的运动就开始啊。所以1988年的时候有客人做主体的汉外问语的运动去做。1989年的时候就有两个杂志创刊，台语杂志，一个叫台语文摘，一个叫台语的方向，这双月刊。所以咱后壁再看者，为1989年母语复振运动以后，咱有偌济刊物来出现。因为这个刊物为什么重要？因为伫顶悬的这个作品，其实咱即卖的人若要研究的时候，这个作品，这个台语文学作品，拢值得咱一篇一篇去看。咱先来看，因为台语文摘甲方向这两个杂志是上早出来。台语文摘因为伊的大部分主要是汉字。因为这个伊的主编员呢，因为主编是安伟仁教授，伊的主张就是用汉字写台语，这是主要主张，所以伊的台语文摘是用汉字。但是若是有用到罗马字，特别是有用到白话字的，我能用黄色底甲画起来，就讲方向，伊的台语全部都是用白话字来写。所以方向这个杂志台湾教育公布为1991年开始以后，伊嘛开始恢复伊有台语的版面，但是因为已经变做华语的报纸，所以伊无可能搁恢复全部拢是台语。伊就敢剩一部分是台语。搁有其他就讲限制时间，大部分都是台语用台语学生。这个杂志拢咧放，拢咧吹哨台语。安尼都两码字的部分主要拢是用白话字。但是其实台语两码字有足侪套，白话字是上侪人用的迄套。看下骹遮，像讲台湾语文研究通信，伊的用的迄个两码字是普实台文这套两码字。加当台文月刊，伊用的两码字是用
甲通用拼音做类似的一套罗马字，所以有足侪人拢想要互罗马字变较好用。但是咱要顾虑到一点，就是毋是好用就好，甲侪人用啊。伊侪人用自然变做好用的物件啦。所以咱搁看其他的杂志像讲我只有话台湾笔客论坛啊，5%大约计划内部通信，大部分广播官网会时刊，这种两码字拢是白话字，伫1996年的台语世界，这两码字伊就是用一个无调符的台音式拼音，其他还有像讲导向台语，事件台湾文月刊，这种是用通用拼音，所以迄个时代杂志足济，一直到即嘛，像 TGP 通信，那么这一部分拢是用白话字，官网会台语文学、联交会台语文学，这嘛是拢白话字，台湾字在2000年出现呢，伊嘛是白话字，海洋台语文学杂志，伊一开始伊是2001年开始的一开始是毋是用白话字，但是到2002年以后，伊罗马字就变做是用台罗，因为台罗是2002年以后教育部伊吹杀一套标准，到即马当然用的人有较济，但是咱翻头去看咱的历史，白话字使用者，伊其实是上济，白话字留落来台语文学的作品，其实嘛是上济，来，再来像2005年开始的这台本战线，这杂志伊都无规定讲伊的台文要安怎来写，但是是讲伊拢互作者用家己的书写方法来发表文章。首都时报是2009年到2012年，台江台语文学杂志伊是为2012年开始。这个台江台语文学杂志有一个地位，就是伊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官方的台文刊物，所以当然伊的罗马字就用到无，因为是官方的。台湾通信网报伊是2012年甲台湾通信甲台湾网报两个合刊。目前伊的罗马字部分是按照文章作者要求的采用白话字，也是台罗。还有一个2013年以后一直到2017年的，这是台湾文艺，伊的罗马字部嘛使用白话字，所以就讲戒严以后，台语复振运动开始以后，咱有足侪杂志，为什么爱讲这杂志？因为你的台语文学，你的作品总是要有一个所在互你发表，你无可能每一个作者拢出册，你无出册的经验，你就是会甲你的文章、甲你的创作发表伫杂志顶悬。所以若真正要研究现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台语的发展，这杂志拢真重要，这杂志拢真重要。再来这就是互大家看一个咱这历史的文件啦。这个爱算是历史文件，台湾教会公报，伊伫1991年的2064期
增加台湾的专业专业。这个专业是1969年8月2日教育公报上取消以后，台湾伫教育公报顶悬搁活起来的一页。伊即摆增加4页。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甲另外一个历史的事件，咱嘛爱特别讲出来。咱台语的文学的运动，甲拢一直伫民间咧捧，一直拢无法度入去政治的中心。咱毋是无试过，咱伫1900年代时阵有试过一摆。1996年1月有成立一个政党，叫做绿色本土清新党。这个政党成立以后，有2个人去参加1996年的国大代表选举。廖瑞明先生甲陈鸿辉小姐，政见真简单，爱保育，毋是爱选举。因的目的毋是要选到这个国民大会代表，因的目的是利用政治选举来提悬台语运动伫社会声势。所以这就是绿色本土清新党。可能有的人毋捌这个党，因为这历史。这个党嘛应改名，大家应该拢知影这个党。1996年7月份，内政部通知这个党改名叫绿党。这个绿党是啥物？这绿党就是即摆绿党。即摆绿党敢有咧做台语运动？敢若无看到。所以这甲过去这绿色本土清新党已经差足济。这是一个历史的代志，所以咱大家会记得。为什么讲这历史的代志呢？因为这特别甲你讲，咱台语运动、台语本土的运动，伊确实有甲政治运动结合做伙，有试过，但是无成功。咱即摆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这算是成功，因为有通过这法。但这法还未落实，所以台语文学、台语文的运动，到即摆嘛需要咱继续拍拼下去。好，讲到这我就差不多甲这个台语为日本时代一直讲到现代，咱母语复振运动了，台语文学的发展，大概拢讲过。所以上尾我互大家看一寡相片就好。咱用是讲历史所以这相片咱嘛是为历史开始来讲。因为头前这市长林彦信、陈清中、郑经盘、罗人生，这是日本时代的人。这拢嘛是足早期台语的文学作家。因拢是写白话字的台语文学作家。过来台语文学作家，我报道全部列出来，因为真正要甲列出来，人数可能伤济，可能会当写一本厚的册。所以我只简单列出来。第二张咱看到的这相片顶有4个人：郑坤武、赖和、郭秋生、蔡秋东，这4个人，因拢是用汉字咧写台语的台语作家。有的人我拄则有讲过，我即摆搁讲一遍了。有的人即摆讲看到因的作品，拢是讲这哪是台语？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因的作品你用华语去读会客。
你用台语读会袂顺，所以迄到底是啥物货？迄吼，就是爱用台语的文白音两种人做伙落去读，才较顺。像热河的小说吼，足趣味的，像咱即马台语白话的，咱可能会讲鸡仔囝，但是热河的小说内底伊写小鸡。你想讲小鸡哪是台语？你若用文言音去读，就会通啊。小鸡读做啥？小鸡。你讲小鸡哪是台语？小鸡哪毋是台语？讲阮囝会当讲小犬小犬是文言所以小犬既然会通，小鸡啥袂通？应该嘛会通哦。所以热河就甲写做小鸡。你若读伊的作品读到遐时，你会讲这都毋是台语歹势，你若读到看起来无像台语的所在，你甲换做文言音落去读，翻译就通所以伫因的台湾话本作品内底，有的就是台语的口语顺读会通，有的伫转换做文言文才会通所以这汉字台湾话本作家因的作品差不多拢是生做这款戏对咱现代人来讲，会变做足歹读。甲咱就后一张相片咱就较我咱的近代就离开日本时代来后一张相片嘛有4个人，这4个人是蔡培火、王玉立、郭基华、黄静美。蔡培火、王玉立、郭基华，可能大家较有听过。黄静美是啥物人？可能无听过。可能有人知黄静美是啥物人？有人毋知影数字数市长案。数字数市长案就是台湾人伫美国开枪要刺杀蒋经国当然无成功其中一个人的小妹叫做黄静美无爱我想我讲迄个开枪的人叫啥物因为我无想要重点挖过迄个查甫人我重点是这黄静美啦黄静美伊会晓几若国的语言毋过到伊老的时阵伊就开始写台语，有写散文主要是散文伊拢有写所以咱有的人毋是全部人，有的人可能伊一开始是写华语的什么语言，但是伊到尾拢会行转来家己的母语家己的语言上深嘛咱看下骹即张因为其实咱台语文学的发展伊是愈来愈发展所以愈来愈侪人参加啦所以到后壁即张是我就看5个人林宗元、陈瑞、吴斌祥、李炳勇、陈明进这5个人拢因可能拢较出名我就无搁讲较详细啦再来想要这张
我们两个人更上济，而且我差不多拢坑查某囡仔，我嘛坑查甫的，加一张呢。我为什么要坑查某囡仔？因为随这个时代发展，查某人、查某囡仔伊嘛，伫文学顶悬嘛愈来愈重要。所以咱上尾即张咱看到的作家是郑雅怡、林美丽、陈金顺、王兆华、李美珍、高家辉、甲阙珠音。上边即阙珠音，大家可能无熟悉，因为伊作品可能嘛较少一寡。伊嘛是少年，因为当时出世，伊是1995年出世。我可能写毋对，但是伊是1990年代以后才出世，所以即位上少年。嘛，最近研究所特别业的款，看了介绍即款这少年，还有高家辉嘛，90年代以后出世。我看了这我拢中欢喜，我讲台语文学有希望，因为咱有一寡少年人愿意投入，愿意来写作，愿意来写台语。当然，有足济可能无我列伫这顶悬的。所以我想要一张投影片，就是要讲虽然我头前讲的讲到讲要2点钟我拢是讲历史对吧？但是咱永远爱记得一句话，就是我即马要甲大家讲的话，现代就是未来的历史。所有的现代都是未来的历史，所以咱台语文学史是咱徛伫现代去看过去这百外当来的代志，咱讲这叫做台语文学史。但是讲这历史到这了停就无搁继续无搁继续发展落去毋是。咱若继续嘴讲台湾话，手写台湾字，台语文学史就袂有结束的一天啦。这历史会使继续来，但是条件就是咱继续讲，嘛继续写，所以谈到看咧，少年人来投入这台语文学创作，我足欢喜。我感觉咱台语文学史到这袂结束，伊会使搁继续来。台语文学史到这结束我出一本册专门讲台语文学史，到这结束，就表示讲台语就无去所以台语文学史才停了。台语若无去，咱继续讲，继续写，这历史就会一直继续落去。好，我今仔就甲大家分享到这。大家若有啥问题，即摆咱个剩一寡时间，剩差不多10分钟，大家使来提问。好，安尼咱刷落来，咱甲时间留互大家咱现场若有啥物问题，拢会使欢迎提问。咱现场咱即马目前无问题安尼大家会使小想一下，若有啥物问题要做交流的，拢会使甲直接提出。安尼我即马就咱互微信，咱先休喘一下，我才大概搁咱宣传一下后个月活动的。好，安尼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台文博览会2021的台湾文学系的讲座啦。咱这系列的讲座是由咱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所主办的主要就是要带大家来去熟悉咱非常清楚的台语文学。咱这一季咱要讲的主题是这个台语文学发展。咱特别邀请魏兴先生来甲咱讲咱这一季的主题。今仔是咱头一场刷落来，咱嘛是会由咱魏兴先生来甲咱接续落去讲咱台语文学的发展。
刷落来咱消息的放送呢，拢会透过这个打到台语开讲社嘛欢迎大家有趣味，会使来甲阮会使来加入阮的社团阮的消息拢会直接放送。也是阮台湾文学系的讲座，咱所有的线顶有录影活动的影片，咱拢有伫咧咱台湾博览会 YouTube 顶管，拢有做拢有影片大家若想要去看也是还未看过，拢非常欢迎，会使去看阮的 YouTube 频道嘛，号做台湾博览会。好，安尼咱时间咱嘛是甲留互大家啦，咱最后时间咱现场看有啥物问题，拢会使直接做发问。咱遮现场有人讲魏鑫遮可能无讲到李玟伊讲李玟伊的作品最近嘛介济李玟我遮嘛，魏鑫请讲。我曾有讲咱其实即摆咧写这台语文学的人，最近这一两档有愈来愈侪人愿意投入啦。像讲这陈丽文小姐，伊的作品嘛确实品质真好，伊的诗嘛确实拢写了袂歹，散文嘛有一定的品质，是一个真好的作家，对。我无甲讲着，我嘛是歹势啦我歹势所在真侪啦，因为咱最近咧写台语人是愈来愈侪当然我敢若会当记一寡例啦，我都全部拢讲甲遐全面啦有时阵可能无讲着咱遮人咱遮有来听人，恁介意对一个作家，我可能拄好无讲到迄个作家，还是讲恁感觉讲我有啥偏心嘛是安怎即嘛是搁甲大家歹势者。好，多谢魏鑫。咱线顶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问讲拄则迄个魏鑫讲着，伊讲即个部分敢有可能是用混读来读？台湾话文的部分台湾话文的部分，台湾话文其实有较复杂，因为其实我头拄讲就是讲，伊有一部分是用台语直接读，一部分一定要转做文言文来读，搁有一部分就是咱题目的人讲的这是要转做混读来读。毋过其实转做混读来读，其实毋是遐尼困难的一件代志，因为混读基本上就是你看了迄条汉字，知影迄条汉字的意思，你甲转换做台语相对迄个意思的发音来读，安尼就读会通。所以混读其实真的毋是台湾文内底上困难的一部分，伊较困难的是。你有时阵爱切换做文言，搁我头拄讲的，伊有时搁爱切换做日语，搁有因为遮人1930年代咧写台湾文的人，其实因拢虽然因是主张台湾话文，但是因拢有受到中华白话文的影响。所以，因的台湾话文内底，阁有一部分是爱为中华白话文，你爱想办法甲切倒来台语，你才有法度读会通。所以，这个毋是遐尼简单的工课啦像讲，我谈到迄个台湾话文作家有例做蔡秋桐，蔡秋桐。伊的一篇小说叫做《宝镜伯》这真有名宝镜伯》第一段伊有一句话写讲，咱用华语读是一个小镇你这边要用台语读，你要读做
华语是有一个小镇，你爱甲变做台语，但是问题是伊无法度变做白话台语，伊爱读做有一个小镇。这毋是咱一般讲话时会去讲的台语。所以，简单讲，台湾话文可能虽然伊的目标是互大部分的台湾人拢读有，但是伊看起来嘛，较像是知识分子的台语，可能离一般人的台语还有一段距离。好，多谢伟鑫吼。好，咱现场遮佫有讲有人问讲，迄个伟鑫你拄遮的迄个 PPT 讲敢会使分享互逐个？有人私底下咧问。PPT 分享互逐个这当然我会使甲分享出来是即摆要。无要紧，你若是无问题，你会使咱若讲做结束，你遮寄互我会使私底下遮寄互有需要的人。好，多谢，好，安尼咱私底下使处理。好，安尼咱遮佫有看到有人即个现场有即个素珠吼，素珠讲即个伊即个问题我较无清楚啦，我甲读过啦。伊讲罗马拼音使用的系统有较济啦，拄则学习有拢歹语，有拢歹语。我这问题甲念过，但是因为我较无清楚吼，咱嘛会使佫你的问题会使佫拍较详细吼，因为我较无了解你的问题。好，安尼遮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请问戏剧剧本伫台语文学是毋是较欠缺？戏剧剧本，戏剧的剧本研究无遐尼济，因为我记一个，因为有一寡咱即摆较知影迄个戏剧剧本，像讲1960年代、70年代，有一寡迄个歌戏甲布袋戏剧本，其实是用台语写，真正是用台语写手稿但是迄种剧本即摆研究的人无济啦，所以咱一般你要讲较欠缺嘛，是因为剧本这物件有时阵伊是伫戏班内底咧流传，较无公开伫外口，所以咱较看袂到。但是即摆已经有出版的一寡，像讲歌戏剧本过去的歌戏剧本，伊真正就是用台语写手稿，这有诶有公开，有诶无公开，所以确实是较欠缺。要安尼讲，确实较无。好，多谢伟鑫吼。咱现场咱佫叫一个问题好啊。我遮先佫宣传一个，就是咱后一个月共款是咱伟鑫啦，要来甲咱讲的主题是咱台语小说的前世今生。大家若有报名呀，咱今仔日10月这场的吼，其实伫咧咱寄的通知批内底已经有开始会使报名咱11月的这场咱目前是还未开始宣传啦。毋过若有趣味的吼，拢会使先提早报名吼。咱11月初7嘛，共款伫礼拜下晡2点嘛，共款是伟鑫会来甲咱分享即个主题。好，安尼咱拄则迄个素主是讲伊讲的即个罗马拼音嘛，对因拄开始学习的人啦，可能有较乱安尼啦，嘿。即部分敢有啥物建议？嘿。拄开始学习罗马字的初学者。即部我的建议是咧，因为罗马字的系统开始是有足侪套毋对，但即卖主要2套，就是白话字的系统。甲教部迄套系统，我的建议就是这2套拣一套来学就好。你拣一套来学，甲迄套学好以后，另外一套
你嘛使通，嘿。啊，我建议是先学白话字这套啦，因为白话字这套咱谈到嘛看到迄个文献啊，迄个为过去到即满累积起来，上济咱用白话字写，所以你若学晓白话字这套，你会使读的物件较济，诶。因为后来2002年以后，教育部这套，伊主要就是甲白话字的字寡所在小可修改一下，所以你先甲白话字这套掌握起来，再搁去换做教育部这套，速度足紧。咱先拢莫管别套，无真正火气。好，多谢威欣。安尼咱现场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介侪人咧讨论即个拄则迄个威欣讲到即个百家村是无？百家村单对先生的百家村歹势，百家村。好，落咱。迄个咱讲到单对先生的百家村，有人讲即本册伊是华文写的呢，敢会使算是即个台语文学？咱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敢会使算是严格来算，我会讲伊毋是但是若放确定的来算，我当讲伊勉强是，就是讲伊是徛伫一个非常关心台湾的角度来写，但是严格来算，咱也希望所有的台语文学当然拢爱是台语的作品，就是爱个百家村踢出外口，甲当做一个参考，因为单对伊后来的作品，伊真正用台语去写字白的作品，可嘛使为内底看得到，这百家村伊有互相参考的部分，所以伊就是徛伫一个，你若徛一个确定，也是徛伫一个参考价值，会使讲伊是一个台语文学的参考。这其实我电脑这个所在，我用台语表达，我较袂晓表达。我若英语表达，我会讲伊是一个 reference 安尼。好，安尼咱今仔非常多谢威欣甲咱精彩的分享吼。我遮搁放送一个，就是咱11月初7的，咱即马咱来报名有收到通知批，咱伫咧批内底，咱拢有即个咱报名11月即场的连结欢迎大家再来报名。拄则讲到即个大家若有趣味想要即个讲者讲会使提供即个 PPT 嘛，大家若有趣味会使直接回批来阮台文博览会的 email， 安尼阮嘛会使甲即个PPT 搁寄互你。好，安尼咱今仔的活动就先到遮，安尼咱非常感谢大家，咱感谢威欣，多谢，多谢大家，大家再会。